为什么潮汕人爱食青羊羹？农历正月初七，也叫做人情节。潮汕人有食青羊羹嘅习俗。遐时阵呢，原来南朝廖宗麟《荆楚岁时记》内底有记载，早到西汉魏晋嘅时期，江南一大家人到人情节这个日用青羊菜煮到一锅，叫做青羊羹。潮汕地区属于江南地带，民俗活动无像有福在荆楚嘅瑞芳，所以潮汕人食青羊羹是受到荆楚文化嘅影响。其实青羊羹这般是以芹菜、葱啊、笋啊、葱菜、大菜或什么黄水、豆壳做成嘅。其实伊都是取一个谐音，以调吉祥嘅意思。芹菜伊是芹菜嘅意思，葱呢是聪明嘅意思，笋是爱生肖嘅意思，葱菜是爱葱菜嘅意思。那么大菜伊发大菜嘅意思，旺水是旺水水旺嘅意思。教客伊有加一个名叫做八客啊，对人教导八事下祥，行满，伊就成为一句吉利嘅话。那么勤快、聪明、能改善，有旺我发大财，八事下祥。如果是换做古菜啊，也就是古古发财了。这三个习俗啊，伊唔但有祈祝万事吉祥，还有养你也是个意思。而且有保健嘅功效。自古至今，青羊羹是高度敬畏人，提倡菜肴丰盛、丰富兼食嘅饮食文化，有利于促进者肠胃消化吸收，保持体液酸碱平衡，还好预防作日病变，气足充足，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。正因为这些，潮汕人自古至今正有一个古俗语：食青羊羹，愈食愈后生。